好的，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 FM71.3拉萨饶舌音乐频道。那么最近有位听众留言说，如果心情不好，记得去远方，不开心的便会留在那里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洛桑静美的《如果你在路上》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那么这首歌送给已经在路上或者即将起航的听众朋友们，还有那些犹豫不决的小伙伴们，希望这首歌能让你放下手中的一切，去远方，找回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军队给让了军队的，给他的让他差异呢。落地给几年了，身堂不一年了，基础的米大当月下，东港给给目的拉下，身囊给生锈的坐下。明面色啥子几车间，让卡卡上深度节带不来起落了，倾下了一步前的生存姐妹，俺能行俺的俺多些，结果压的说说年数几代，这位云就开始看了几代，人群几个 hip hop 的些，个人不没穷为闹娃的菜，错话刚刚来的调查也没检查，伢让了些的那干来这些，开始让什么